开汽车，或者是骑脚踏车，通常是摩托车、脚踏车居多，没有公车吧？哦，我等了好久了，那你的看蛮顺的，比高雄好。比高雄好。哎，比高雄好。礼拜很好 OK， 安尼较方便。你若要去车头嘛，较方便。看见好，不错啊，很方便呐。而且我们刚开始的价钱还蛮便宜的，很方便，非常方便。对，非常需要，这个做法很好。我觉得会方便很多啊，就是对于没有交通工具的人，它就可以增加便利性。是。我感觉唔是讲新年，溪北加咁啊适啦吼，特别观光景点咧加适化，哦，互百姓较方便的吼。那其实这一条路不仅是学生通勤方便，连着我们市府同仁如果要上班，或者是每个新营大小朋友，他们想要出来游玩、逛夜市或者来学校，其实都是一个方便的路程。我相信对新营的整个自行车道的一个活化跟运用，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那相对的，旅客到新营，只要下火车站之后，就有我们的 T-Bike 系统来畅游新营。那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体验我们新营的美。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知道现在在新营也可以骑到 T-Bike 了吗？台南市政府交通局今年新设了15个站点，其中有4站就在新营。后疫情时期，观光逐渐解封，骑乘 T-Bike 由台南展开防疫新生活吧。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很高兴能来到我们新营，见证了新营新设4点的这个T-Bike 站。那总共这一波我们规划了15个站，那超过1/4在新营。我们希望说，能够把 T-Bike 和 T-Bike 这个好的东西，好的一个共享单车的一个服务，能够带到新营，介绍给新营的民众。当然，每个地方的民众的消费习惯跟他的一个交通习惯可能不一样，但我们觉得其实在西北的地方，尤其新营的地方，我们大胆的做出一些尝试，也希望我们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多多利用，因为新营附近好山好水，很多地方可以去观赏游玩的。那在这个地方骑脚踏车又是非常惬意的事情啊。那譬如说到柳营的绿色隧道，或是到盐水，其实坦白讲，自行车都可以到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非常的诚挚的期盼，邀请我们新营的好朋友可以一起来这个使用我们的 T-Bike 共享单车。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0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先来关心台南市会定期会。永康区目前正伫做污水下水道，不过车路顶有真侪人孔盖，造成路面无平，容易发生车祸。议员林养义透过市政总质询，一方面要求施工单位一定爱甲路铺好平，另外也要求市府相关单位爱定期去调查。议员林永义表示，根据服务处接到的陈情，伫个车祸事故当中，大约都2-3成拢是甲人空挂无平有关系。尤其现在永康地区搁咧做污水下水道的工程，一寡施工员的工作者，路面拢是以补丁的方式，时常造成无平的状况，容易发生事故。这人孔盖甲当地污水下水道这款挂啦吼，这是了有够危险的危险。我是想讲哦，恁较唔建议台电的，是咱台南市政府，咱人孔盖即卖拢做大中呢，做大路的中，乌多摆搞袂着，乌多摆拢为着要闪恁这人孔盖啦吼，闪恁这挂安尼闪无，无就车甲车相骑，闪过就夜白的轿车弄着，你也做会中呢，人孔盖也做会中。我都爱就搞袂着啊！议员报告的啊，这开始即马阮甲迄个营建署吼，南区公园处，我们现在正在一起在我们永康区吼，进行阮的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施工。
这是阮的时间过程中的一个工作证吼，要用覆盖板。那当然这个地方从看起来它周遭是有一些的 AC 路面下陷哦。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要求依照现在的公路局有定我们的施工平整度的一些规范，我们来要求这个部分来办理。除了关心路边的状况，另外议员嘛为林长的补助费来争取福利。议员表示，甲其他5岛比较，其他岛的林长逐月还阁有1500块至2000块不等的费用，不过台南市一档却只有1000块，加上端午节1000块，实在甲人差真济。因此要求市长应该来做改变。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接续议员王金蝶则是关心安南区的地方建设，包括山海圳绿色隧道永和维护，以及配合2023年大港内海建增200周年活动的规划。同时嘛，争取安顺寮排水到新市港口顶，宗教文化古道的自行车道。嘉南大排因为两边的山海圳自行车道的风行，议员王金蝶上午透过市政总质询。除了关心山海圳的自行车道养护甲维护，另外配合大港内海，将伫个2023年庆祝建增200周年，议员提出大港湾到古迪加龙圳的自行车道，希望会用个带动周边历史景点的发展。安顺了排即个岸边到迪加龙圳，经过即个港口苦中营到六甲乌山头遮。正山良阳，所以即条线吼，会使讲是咱宗教一个文化的途径啦吼。所以讲本身呢建议讲遮来甲做一个自行车车道，会当安尼骑车吼。较早若要进香吼，拢驶牛车上工程，挂鼎话行去到青山进香了，带一人，加工了去对遐倒转来。所以即条古径吼。会当达到讲，咱讲甲保存啦吼。王议员报告，因敢有讲，毋知因敢有讲起着即个经费差是偌济？当然经费是袂少，袂少吼。我想这爱拜托咱政府局吼，含台电迄边遐。我来思考看嘛，因为这阵若讲，当然会当甲其他的工程，譬如讲伊要迄电线杆要地下化，爱拄路面嘛要路平嘛要维修，的时阵。甲落去做，安尼省更较省。除了筹备大港内海建增200周年的活动，另外议员嘛争取，希望将安顺派出所用个改为青年的驛站。议员表示，过去迄个所在伫个清朝甲日据时期，就是庄长甲保证的办公厅舍。因应山海圳自行车道的风行，建议市府打造成青年的驛站，一方面提供骑脚踏车的背包客停留。另外，内面嘛用个做展览，提供台港相关的历史文物展示。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永康城中二村土地开发甲标收，虽然市府处理部分的土地甲社会主体分配，不过应用未来当地人口的发展，议员杨忠成希望建设立体停车场、活动中心、甲公共体育家园等等。同时也为永康国立幼儿园整班来签名。台南市城中二村的土地开发甲标收，虽然市府处理部分的土地甲社会主体的分配等，不过因为当地一直无一个活动中心，议员杨忠成嘛建议，希望伫个立体停车场顶面会用起一个活动中心，甚至伫个主二区来规划公共托儿家园。加综合体适能中心等，这个所在来发展，你希望就会当加千几户的住户，人口就爱加几啊千人，所以来设定立体停车场，本身是绝对支持。那么地方无一个活动中心，那么是毋是就爱利用到这个建案？那么咱市府会当来协调。取得空间来设立着这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来互就地的居民会当有一个好的集会的场所。除了争取地方的建设，另外议员嘛为小型的工厂、林灯、改套等的一寡条件限制，
认为中央的规定太过严格，建议市府应该向中央来反映。你地方爱简化，你爱建议起嚟，你就甲伊合并，看是要300到500到1000，就是偌济，安尼就好啦，简单明了啦。因为议员的意思就是讲，卖分了伤幼啊。分咧又要用哪嘛？你100平方就加5000，100平方加5000，这个政府足善呢，无时啊，那就甲百姓苛刻甲这招着啦。对啦，对你讲这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因为他有讲迄个真济迄个伫农地的工厂拢是小工厂嘛，所以有当时啊加50户啊，加50平方，加30平方，伊就足够够的。所以我来甲中央反映你的心声啦。另外，伫个公立幼儿园的经办部分，市府教育局今年规划要伫个永宁高中来增设6个班，不过议员则是建议，希望6班会用个分散到大湾甲昆山国小。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南区昆山路本土严重影响到准驾通行，立委林俊宪10号上午也至交通部航港局按边港营运处议员吕维英甲当地里长陈金刚现场会勘，嘛得到港务公司的回应，承诺将会尽速核定相关的经费大约600万，并且提供昆山路完整的通行甲停船的环境。位伫南区的昆山湖，当地市蚵仔渔民拢需要透过画面上这个出入口出海，但是这几年雨季严重，水深只有150公分左右。船开过去的时阵，也靠到溪着莫大，造成歹去的状况，影响到渔民的生活。对此，立委林俊宪10号上午特别邀请市议员吕维英、甲当地里长陈金江、甲港务公司等相关的单位到场会勘，希望会使尽速来帮助渔民。昆山湖基本上是一些渔民哈，他们在作业停船筏的地方，但是已经多年都没有整治所以它的淤积其实非常严重就环境上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市政府和港务公司到现场的会勘，我们请港务公司来做后续的疏浚的工作，让渔民的进出能够更安全让以后在这边的环境上看起来能够比较干净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接近大自然也有很漂亮的红树林，未来其实是一个有观光潜力的地方希望市政府也能够进一步我们会请吕文议员里长跟市政府争取做一个长远的观光规划让昆山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慢活的一个社区能够吸引到大家的一个注意但基本上我们先把这些相关的所谓基本功一些环境的整体设置先做好。市议员吕维英表示，除了期待工程完成后会使予渔民作业更加方便，议员也希望会使运用当地的红树林来推动观光，带动地方的发展。特别感谢委员来争取了这个600万的疏浚的费用，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昆山湖能够未来可以更自然、更生态。那我想这个昆山是一个大家相当优活的一个地方。那未来我跟里长也会很努力的向市府去争取，那来做一条蓝色公路，从这里能够到这个经过香港来到安平，还有来看我们的地方的红树林。其实我们这里红树林的生态其实也比这个市草的红树林还要多样，还要丰富。那希望这样子可以让大家多一个假日的好去处，也可以带动我们地方的发展。港务公司指出，目前初估的工程费大约600万。因也会尽速来发包施工，工程的时间大约3个月，预计伫今年底、明年初会使来完工。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第二关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世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自由工商高一的学生吴彦坤参加了党部主办的全国身心障碍者技能竞赛当中的自行车组装比赛，得到金牌，同时嘛摕下拄比国手的资格。第一届参加比赛，就摕下这么好的成绩，让学校甲家长拢非常的欢喜。你根本这一面的时候，你根本不用管它，你完全不用管它，你只知道外面的要往前甩就好了嘛，就一定是往这一边嘛，然后另外这边的话是往这边甩，所以你一定是看的是1、2、3第3个嘛，接好了，一直编下去就好了。画面当中，这位接受老师指导的学生，就是自由工商汽车科1年的吴彦坤。伊伫即届劳动部主办的全国身心障碍者技能竞赛当中的脚踏车组装比赛，摕下金牌，同时也入选储备国手。虽然有雅斯伯格的症状，但是伫老师的指导之下，悠然一步一步学习相关的知识。因为家庭的因素，予伊伫高中的时阵决定要读汽车科，希望会使较早来帮助家庭减轻负担。指导老师郑宗明表示，不管是倒一种的学生，只要有心要学习，伊拢有信心会使予伊伫学习技术方面得到满满的成果。我把他们完全当作是一个正常的学生，那就正常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需求，不管是在我们要给他的教给他的技术也好，要给他的工具要给他拆也好，我都是给他最好的。我以前就是很喜欢养宠物啊，我常常讲说，养宠物不是在养它活体，是养它的环境，它需要什么湿度、温度，我就给他什么样的条件嘛。那我对我学生也是这样子哦，他该要给他，我要求的是最佳的成绩，所以我给他的环境也是最佳的环境，该有的工具、该有的设备，我全数都提供给他，我给他一个舞台，让他去发展。那我想他就自然而然就有这样的很好成绩出现。这届的比赛因为无分年龄，所以吴彦坤也成为现场上少年的选手。伊表示，伫比赛当中上困难的部分就是这个叫做辩论的动作。伫比赛现场有一半以上的参赛者拢无法度完成，为了提升这部分的技术，老师也特别带伊去专业的店家来学习，同时加强练习，最后才会使顺利来完成。就刚开始部分他是从气嘴孔这边开始，他要去找他的那个，他刚开始的第一支，然后像有这种 mark， 像有 mark 的话就会稍微比较好找。他只要有一个示范人的话，我就大概可以知道怎么编。但是像是如果是没有 mark 的话是非常算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难找的。有一句话就是那个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刚开始不会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难。现在会的算是还可以，但也是有一点难度。那时候刚开始是去脚踏车店看他们是怎么编的。然后去学习，我大概也是去了差不多3、4次，还是差不多是3、4次还是4、5次，就才会的。大概有2个礼拜的时间是在练辩论，就专门就一直拆，然后一直拆一直装，一直拆一直装，然后也是一直跳。同时，吴彦坤甲另外一名叶同学也参加了台中市政府所举办的比赛。虽然成绩还未出来，但是学校对2位学生的表现拢非常肯定，认为有机会摕下好成绩。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基美学中心的中医部为101年开始，伫大内顶所在推动偏乡医疗，到当来服务超过12000人次，互患者非常的娱乐。未来嘛会坚持专营医疗的精神，继续服务适龄失智的老大人。住伫个大内偏乡的93岁石杨阿嬷，过去曾经伫个病院做过髋关节手术，而且因为小腿会麻、会抽、会痛，加上行动无方便，必须要靠4脚拐仔才用个行路。因此伫个手术后，拢无倒去病院做检查甲复健。好佳在基美医学中心中医部提供的偏乡医疗，经过每礼拜1间，前后4间的针灸，才互阿嬷会用个落田来做事。我这头壳带40档，心脏无力会戆吼。即马我甲伊讲，甲我这个腰吼，腰啊做迄个闪着吼5年我甲伊讲，伊甲渐甲我怎好起来。即马迄个那是我这个骹吼，骹也做加铁吼，去就讲迄个退化吼，无力，伊用伊甲渐甲我准会当爬到4楼起哩啊。
啊甲，无去进前，恁看一道医生，敢是？正经个我这迄落入去遐做这个胃吼，胃有那安尼定安尼拄吼，有那伊甲医好起来。甲血压悬吼，我讲我血压悬吼，伊用汗药我食到我无咧食些药食汗药啊。这医师吼足够啦，足自卑啊，哦。基比医学中心对民国1801年推动中医偏乡的医疗计划，对拄开始的一档服务400-500人次，到现在一档有3-4千人次，而且服务的对象大部分拢是一寡高龄的病人，主要提供中医的保健、用药安全选导、甲癌症体检，另外嘛提供中医甲西医的转诊服务。因为他们其实那边已经有接近山区了，所以其实他们往往就医一次比如说要搭车来市区，他们可能都要半天，等车啊、等门诊什么的。那我们去的话呢，减少他们就医的不便性。那而且类似像一个基础的医疗守护神一样，那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有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去哪个医院的哪一科就近，那提供他们一个更完整的医疗资源。那甚至说我们结合医院的癌症筛检、失智症照护以及那个我们社福的一些像那个长照的部分，那这些都是偏乡民众他们比较没有办法有的一些福利。基比病院中医部医师李宇生表示，透过中医医疗资源的整合，甲社区意识的能力，不但会用提升民众就医的可近性，而且对着偏远地区的就医医疗品质嘛会提升。未来基比病院将带入专人医疗的精神，继续服务偏乡，而且针对适龄适地的病人，进一步发展中医的居家照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乌阴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的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高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6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